不打自己人之後，佢反而進入咗一個極度漫長、死頂難捱嘅 outlaw 時期。我做咗好多嘢，我乜嘢都願意做，為咗換取更多機會去唱歌。我拍劇，我拍電影，我做綜藝，我做主持，我扮嘢，我連魔人布歐都扮過。其實欣宜卑微到只係想得到一個大家認同嘅身份。報紙雜誌寫我 as 藝人鄭欣宜，咁我就好想大家稱呼我 as 歌手鄭欣宜。不過工作密咗，唔代表人會開心咗，因為有一條刺一路拮住欣宜，就係佢個身形。2004年減肥成功嗰陣，佢的確係好開心。我得咗啦！佢曾經天真地以為，只要我變瘦，個世界就會對我好啲。Joyce 你好，聽講咧你而家瘦咗80 pounds， 看到你的時候會唱一首歌，特別的送給你，加油，走嚟！但係欣宜正式喺娛樂圈發展，佢先至發現一個極度殘酷嘅真相：呢個世界根本唔會因為你瘦咗就會停止對你嘅惡意抨擊。去到再後嚟，欣宜長期逼自己病態減肥，令佢身心都直接爆晒燈。佢開始成日血糖低、肩暈、胃痛，身體瘋狂響起警號。接到一個 job， 借到一對名牌嘅高踭鞋俾我着啦。我一落的士，一企起身，我雙膝跪地啊！因為我休克，因為我冇食嘢。我拆爛咗嗰對鞋，我幾咁肉赤，我借翻嚟嘅仲要係名牌。我嗰陣時賺嘅錢邊夠我去買一對幾千蚊嘅高踭鞋？ That's so stupid。直到2014年，欣宜終於頂唔順，決定反台。佢公開宣布：我唔再逼自己減肥。post 嗰篇嘢嘅時候係夜晚黑凌晨時段嘅。我起身嗰陣時，我個電話爆炸咗，爆多 message， 個個都恭喜我。拒絕再減肥，人氣不跌反升。欣宜終於行到一個新嘅位置。呢一行我唔識玩咯，即係我承認我投降，我唔識玩。又有邊個會估到，當你放低執念，決定做翻自己，啱嘅人就會出現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命運安排咗佢遇到一個人，一個嚟報恩嘅人。黃偉文，我唔怕大家話我老奸巨猾、處心積慮，呢個係我部署咗20年嘅大報恩。有啲恩唔係你話報就報，當然個受益人要有翻咁上下本事先食得起。